这国庆的烟火，唔那是干那安尼，也阁有火车游行。拜成公开，今年拢总23个单位做伙参加，其中上介贵的火车都要开300多万，设计人拢是功夫真点。像讲台北市车道真多人喜欢的好运米上展，啊那体育使用职业野球来做主题，甲主视角台湾狗设计做古锥版，伫咧双十节才正式公开。也阁有一寡咱台湾的邦交国和非邦交国嘛，拢会参加游行。内政部讲到时阵就知。国庆迄天会有啥物活动？即马国庆游行的火车伫7号先公开啊！第一批23台火车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带你来看卖。比较特别的部分，包括台船公司跟汉翔公司都来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国庆花车的这个游行。代表国际国做的汉翔、甲国南国做的台船，拢是头一届参加火车游行，算是国防自主。另外，体育署的职业野球火车嘛有特别的设计。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在台日对抗赛的时候，其实就有在运用这个视觉。可爱的这个 Q 版的部分，就是搭配花车跟吉祥物，就是在这次的国庆游行会首次在国人面前亮相。伫国际顶的代表中一个台湾犬，变甲有够高水的。首都台北嘛，请行展来伫火车顶的为台北做行销，会当叮当的双层巴士停宽杯饮水机，伫这台火车顶的拢看得到。我们有熊站会在那边一个主题专区，跟着大家市民来欢迎大家一起带着孩子来亲子来游戏。民众嘛免烦恼无参加到国庆的火车游行，因为这23台火车伫国庆的迄暗，就会刷去中正纪念堂展览，现场阁有表演甲旗仔，互大人囡仔会当做伙起耍。今年在花车游行的队伍里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友邦国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现在算得到的友邦都会参加，那甚至有非友邦的国家。另外，互人真期待是这届火车游行，阁请到国外嘉宾，若是有邦交的和无邦交的，嘛会来参加。到底有倒一寡国家会来？可能就要等到国庆迄天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